今日我同大家講講喺香港養一隻遊艇最基本嘅費用係乜嘢？嚟睇睇。養一隻遊艇需要乜嘢咧？遊艇會嘅，因為你要泊橋啊嘛。咁遊艇會呢度係黃金海岸遊艇會，咁樣咧入會費係40萬港幣嘅48萬大概係。如果我講錯，大家話俾我知。咁樣咧，跟住每個月你要俾2000蚊嘅會費。OK， 咁呢個遊艇會裏邊咧有餐廳啊，有桑拿啊、泳池咁樣嘅免費泊車。再埋嚟，咁你話泊船啦，咁啊又要泊船費加租個船位啦。咁點計咧？呢度個船位大係每一尺計嘅，呢度泊船係大概係200蚊到300蚊一尺。即係話，如果你隻船係10尺，你就要俾2000蚊一個月，或者3000蚊一個月。如果你架船係50尺嘅話咧，你大概要俾1萬到1萬5蚊一個月嘅泊船費。所以你大家計下啦，40萬嘅入會費，再加泊船費每個月，唔計你買隻遊艇，豐儉由人，幾十萬又有，10萬8萬又有，1000幾百萬又有。簡單講，佢呢一隻最大隻喺呢度呢隻船，佢每一個月嘅泊船費就要7萬蚊，你明白？仲有香港嘅油費啊，泊油啊、電油啊，呢度係30蚊港紙1公升嘅油。OK， 我以前玩水上電單車，一個油缸係60公升，即係話我入滿油係1800蚊，咁我玩幾個鐘頭就冇晒噶啦。所以香港最貴係乜嘢啊？泊位、汽油。但係對有錢人嚟講，